要背喎。哦，冇我未聽過。係啊，各位聽眾，我哋歡迎到嚟收聽邊啲好嘅節目。這個禮拜咧真正貴嘅是咧，攏頂到聽過咧金土嘅故事咧，嗬冇人講金土就好啊，人咪講卡吹出啊，人聽特別別啊，你講就嚇人 trigger 到，就係看抓時佢哋幫貴 episode 就俾幫炮，人看人嘅 special guest 咧特別嘉賓是莊正，特別嘉賓當佢節諾沙時個咧特別嘉賓，人嘅個咧特別嘉賓就是莊呢，哇介紹正，人嘅微微娃娃都看佢引導呢，佢有超個摸喎。Hello，大家好。呢超是假啊，是真假啦，即 Zoom 嘅超啊啦。頭先啲餅是假，冇啊真嘛。哦，依假天淡薄啦，嗱，假天淡薄。啊 ，OK，แล้วก็有啦阿達啦，歡迎阿達。แล้วก็有阿校長阿羅歡迎。Hello。嚇，個有人細漢聽個大漢曉樂歡迎。Hello。แล้วก็有阿三laksa歡迎。個到啲 clubhouse 入邊朋友是春節前啊，半減啲，一啲人就會起來講咩曬，一啲人一啲人講幾多人咁嘛嚇，半減啲。大家冇起來嘅啫。見到啊，豆嘅啊，科維啊，即咖喱白啊，電圖啊，嗰啲電到啲圍青啊，都冇起來講下。OK，當我咪講嘅話題是係咪就我咪講攞幾多人啊？過嚟後。我被講嘅就是人去特別人去旅行啊，人講話去個咪鬆鬆係咪？特別會講買淡薄較細類嘅旅行嘅時，細去看風景，細去旅行嘅嗰個辦法。按怎講啊？食生旅行。哈！食生旅行，哦，食生旅，食行啦，特別生旅啦。開旅咪就食好日行咯。哦，食好嘅好，我想食生烘，食生旅行，食生旅行旅啊，生旅嘅經濟行，經濟行，佢食經濟行嚇，對。我是個經濟行，佢食經濟行，所以講食經濟行時，確實，咱有蝦米經驗咧？甲有蝦米意見，可能講我食經濟行嘅時啊，安怎要做蝦米物件啊？要安怎 plan 蝦米要做蝦米物件，梗係生旅你看下。大班機嘅位，大班機有貴嘅，大 capsule 啦，hostel 一個人比較貴，特別你看到即個亞洲嘅人無穿衫啦，我咩識嘅，伊人透衫到後邊透貴貴，伊人無關嘅，伊人換衫。但我係咩？我一擺就看到到紐約嘅 hostel，貴嘅 family 咋？大波囝、查某囝，嗰啲10幾歲嚟啲冇情商，冇情況。mother father，伊拉到邊講話，伊拉啲換衫了，頭。你是講亞洲人嘅款咧，還是亞洲 European 啊？哦 European， 哦歐洲 European， 歐洲人 ，OK， 我實冇對，亞洲是 Asian， 我聽到亞洲。哦 ，sorry， 歐洲人對。有澳洲是 Australian 呀。對，澳洲對。澳洲 ，sorry， 澳洲。係啦，我哋近講，我讀嘅字個比較半。澳洲人嚇。伊拉講話了，伊拉頭衫換衫，都伊個囝上面嘅。冇大字啦，啦，就普通嘅啦。伊拉 Scandinavian 都冇穿衫是冇蝦米。大件事嘅都咋，但係有成故又冇關嘅，所以頭衫頭流連衫頭飛殼係咪嘅咧？伊人話曬我就 check 啊，少。而家是American，伊人冇唔是嘅嘛 ，American 是啊，真係行社都冇個女頭先頭衫嘅，แล้ว伊人冇關嘅，所以快啲嚟咪嘅咯。特別時間都愛講成日都出去啊，都對佢愛困嘅。第一聲都嘢是個 hostel。hostel 你講 describe 你講就 hostel 是係咩咧 ？hostel 啊，伊一個房內面 maybe 有10幾個名稱咯，成個咧就房別安尼。房別dormitory 嚇，安尼。咯，了伊個 bathroom 伊在間伊上位上伊個 toilet，咁了是
成個共用 cubicle 誒，逐人 share，無通 private 誒，特別有誒 hostel 冇 private room，滿是甲辦義咯 private room。因為感覺就講啊，嗬，不如成日講到 Malaysia 嗬，安尼講係 dome 啊，價錢本無偏哦。嚇，呢個 Of course 呀啦，伊若是講 compare 個 hotel，maybe 伊價錢，特別如個 budget hotel 嚇，貴間房間嚟比嗬，一定差唔多呢，你知道？成日就借50塊、100塊、500塊是冇得借，是就借鐳，是冇得借。冇就借 ，OK，like maybe 你大dome 啊，還是hostel 啊，你講呢，所以成個一晚嗬。agak 7-8塊那款，but then 你到外口嘅你 budget hotel， 貴 hotel around 700塊幾塊710塊就有一個房間了嘛。成日講咱檳城啦，我是講檳城啦，所以比起來，成個咱Malaysia會較貴淡薄咯。你無成個外國嘅嗬，成個迄個 dormitory 真正偏嘅嘛，嚇，咱特別咱檳城嘅嗬。伊價錢無講上偏嘅安怎本啊，我感覺到啦。哦 ，maybe 咱嘅檳城嘅學辦嘅 hotel 較有辦嘅 hotel， 你去到外國有可能無辦嘅 hotel， 所以你特別去大 dormitory， 特別去大 dorm 啊。是咯，對咯。我捌大過在新加坡嘅位啊，睇你 dormitory 一晚18塊呢。但我有到嘅阮18塊。哦。係你唔知 Bugis，你 in crowd。真正爽 ，because 一塊錢去嘅我會記。真正錢去，了你係 rent locker 啦，是講你愛收你感覺講你有物件咧，會放去你咪 rent 一 locker 咯，加幾廿塊呢？了係是你會捌到真正濟人，你去當hostel 度啊，你會捌到人嚟 solo traveller 上面嘅了 budget traveller，之後伊嚟 help 你嚟哦，你係去到啊，因為介紹你哦啊。即邊嘅檳意啊，是哦，較少人係點寫啊咪，所以會捌着人啦，你大學都是無，較濟是無安尼經驗嘅。看你愛買啦，看你愛買迄個經驗咯。對咯，然後是甲檳意咯，比較你去啊邊是困嘅嘛，然後一困，伊好有開了嘅，較濟。哦。伊若無講合格啊蒙蒙嚟，伊可以開了。怪話呢？當住人捌到過 hostel 嘅。OK， 阿 B 話我捌 capsule， 我捌capsule 咯。我大嗰陣時 capsule， 我無大成個講，伊講係倒咩啊？所以只借你門層啊，你講咧做借白白款啊，你講你無，特別 capsule 有嚇 capsule，但啲 capsule 本是想較掂啦，特別是貴擺本是嘅了。捌啲人嘅了做借大嘛，嚇，我知。伊是個點嘅，你人邊一講話，你其實是無咩會聽到嘅，特別你懂咧嗬，人講話你是聽到嘅咧。哦，聽係聽嘅 ，because 伊無夾嘛，你夾數呢個就是保安冚掉呢，係啦，夾數是夾嚟嘛，對嚇。哦，對。所以我阿三lak山是你捌到過 dorm， 你捌好似 hostel 你捌到。我唔捌到啊，我唔捌到啊。所以你冇經驗啦。我冇經驗。冇只經濟學，呢只好嘅學嘅。你，所以 OK，so 等陣我想我講嘅就是我只少有嘅經驗，特別我有到第一成個 dormitory experience 啊，特別伊是叫做 pod hotel 啊，所以伊是成個一 pod 嚟款，特別伊唔是只正，伊叫做 pod hotel， 特別伊唔是成個日本嘅嚟款就。就刮擦，然後咧，然後你即期一丟入面佢點先咧？要房間特別房間，而是細間，然後無帳板，無即四邊你新嘅咪無，所以你要用咧，特別出去外口用咧鋼門咧，即係搭你 floor 有一個宅經嘅，特別好個在伊宅經，伊有 share 不有。伊有幾那間是 solo， 你家己使入去幫張 A 換衫，幫張 A 啦四邊，係咪你使入去 individual？ 還是無來講，伊本有一個成 common 嘅 shower 做在去 shower 係咪啦？然後我都捌大，特別我甲我朋友大，即是在紐約啦，你較辦機嘛。所以我甲伊大咧，我是驚伊個房間是房別嘅頂面有一個名稱，會第一個一個名稱嘅。然後伊個
南面咧有一個西三面，不四面盤。有隻四面盤，所以我人會使面喙齒啊，使到底下邊啊，會使用嘅陣辦咯，了啊唔使用嘅四面盤咯，了每層個幫西幫照個層一個出去外口呢，所以我當其實迄個是感覺是第一晚個 hostel 嘅咁經驗，特別伊個小感覺成個較爽淡薄咯，伊房間做啊成只。真好事了，伊就已經本就零二就前期了，可能，但我唔捌曾經在YMCA 呢，我唔捌咯，我唔捌到過 YMCA 呢，我驚啊啦！YMCA 是安怎？YMCA 咪成日都看咯，成個你 hostel。YMCA 是最貴啊咯，因為 hostel 嚟喎。哦呀，當劍啦你。我捌去過我住過Bowery area 嘅 hostel，and that one actually is okay because it is maybe like it有 divider， it 係個 plywood 嘅 divider 嘅房間安尼嚟咋，有一門啊，有一 walls， 然後特別伊面頂伊無起，伊 wall 無起到個 ceiling 嘅咋。你明唔明啊？伊看到面頂，咱你聽到人會看到好下面嘅了呀。Because I think 伊人袂使做 full 嘅 room，because of fire code 嘅房哈。對 ，because fire code 無 allow 你房間啊，無來攞嚟 exit，so 伊做安尼咯 divider 安尼。然後but YMCA 啊，到 New York 啊，比這位較貴 by a lot. Because YMCA is almost like I know it feelings in there like hostel 特別 actually YMCA 貴世界啊，我感覺是貴貴哦，伊個 price for hostel。Maybe 定島嘅時間。定島係冇冇 hostel 嘅時間，伊人 is the first maybe，but 當今冇辦法，當今百幾塊YMCA，特別少條 share toilet 㗎人。一名啦，當然你去看 YMCA website，當然冇辦法，一個冇 availability， 一個就 still 條 share，再見嘅人 ，so what's the point？ 了之後，係得去隻辦機還是比較貴，對唔對？對，我冇乜聽佢講，當今上我去，但係上我叫我去，唔知香港嗰時到嗰時，因為是隻貴本嘅，伊香港嘅 YMCA。啊，是哦，一隻前期數嘛，隻四嘛 YMCA，有名啦，係咪？嗰有別人，你講下你上個去食經濟行嘅時，係咪物件做生類？我會叫雞，這是別使講啊，別使講，你捌到佢叫雞嘅房間，人上都是叫。有啦，伊唔是叫雞房間啦，是人開房嘅房間啦，你是講motel啦。叫雞房間啦，但你會使叫雞去你房間邊啦？對，開房嘅房間啦。你成你成個人叫你要食物件咧 room service 呢叫雞啊？無啦 ，illegal 啦。嗰個你叫，就是講你像阿龍去找到一個 partner 啊，揾到一個大波啊，咧，love hotel。OK， 唔是叫雞啦，叫雞唔會使啦，是開房。開房嘅啦，你捌到佢？佢哋房嘅啦是驚。水點正嘅，三歲。我無，伊會使開兩三日本嘅，你會使。特別你愛睡一點鐘、兩點鐘會使啦。我去嗰邊，如果我去教英，台灣啦。台灣。我去教英小英嘛。係咪教英小英？上面你到底是教英小英到底台灣嘅photo，我啲 photo 是台灣嘅嘛。嘢係咩意思？翕啦。你講夾 picture 是講 take picture 翕小英，我想講你夾就是去個叻，你去到，你翕去到台灣會去睇一下。係咯，你去台灣會翕你會教英小英。哇！這個問到經濟啊，真係。係啦，所以我經濟我係 hostel 啦，唔是經濟我係。小英開啲 photographer 咪咯。所以 OK， 所以你是去嗰邊嘅迄個行嘅了，會名稱嘅翕小英嘅你啱啊。冇啦，你啱講話，你啱講啊，我未聽你啱講。
我未聽你啱講。我同學考掉，伊講講話掉。哦，我想你講，伊時去台灣翕小影，伊翕小影了，ยังไม่開類上這啲 accommodation 位，所以啲大啲咁樣學嘅。你呢度你啲開嘅這啲你翕小影 photographer 咪加攝影師哦。我想講，你去翕小影，佢就啲去咧行個了會翕啊，你看你知道，翕到啲名稱嘅人咧，誒套衫都冇咧。Because 小影我翕只貴嘛，所以咪寫住係你。並非阿龍嘅了解咯，仲有時候講你去翕下你布多啊，嚇，咩啊？有一部電視小影啊？冇嚟，阿面一冚咁半哈。冇咧咗，上一昂就你布多啊 photo album。哦，食sexy 呢？啊，即係情 lingerie。你覺得我係sexy 嘅人咩？誒，阿冇人有做嘅，because 我拔掉佢哋啲咧。未講嘅咯 ，OK。對啦，我未sexy啊，佢都講啊 ，OK。我頭腦sexy呢，就是問講啊，你第睇咧，就是睇你看咧，即係未使講是第經紀嘅，睇第時唔知係係卡。咱唔知呢，嗱，見到佢 enjoy 就好，你咪教我講。你個 enjoy 就好，咪教我講。特別 OK，所以你去大客邊 Love Hotel 度較便宜啦。特別水點正，本是水嘅，本是便宜。伊有，你會使睡一禮拜嘅。哦。then 我老姐迄叫我歐妹啊，鹹濕鬼啊嘛，田靚人你知啦，鹹濕鬼啊嘛。所以伊講，哎呀，係你開間你這度夠影相，因為而家攞成幾個就唔使咁樣開。細大攞3日啊嘛，就大貼自己。咩頭自己去經，按咗後尾第2日去，第3日就舉走啊嘛。so 嚇咯，係啊。and then 伊個 location 是在台灣嗰啲叫咩啊？嗰啲伊巴沙馬蘭叫咩啊？只大嘅巴沙馬蘭。40。啊，你買 market 啊40。咩光的？叫咩啊？別記啊。士林夜市。士林夜市啊，伊對面嘅呢。and then 伊個 electronic 伊頭啲 electronic 條啊嘛。electronic 一條嘛，伊後邊啊，一行路廊邊啊去咯。所以我翕相影時咧，佢哋日子時咧翕到什麼？真正暗了嘛，對唔對？8、9點嘅嘛。你那時候你知啦，你變化妝啊，上架鏡啊，你嘛。對。是啦，等人家看到我。你個咧大波個咧，佢咁樣將佢房間嘅大門等咯。冇大波嘅，伊阿姨。哦，你個房嘅。我發，我頭一樓嗰時叫佢哋開房嘅房間嘅頭一樓，我睡嘅是第2樓。我去後頂我去頭一樓，我行過伊路廊徑嘅嘛，伊一個上路廊徑去 escalator 啊，係啦，冇 elevator 嘛，去咯，所以人佢哋看了咯。一行入來時，有人叫房嘅嘛。你看到路。你安迪個，你看到你實 suspicious 啊？安迪在，because 佢看到我了 before 2 days before， 我人去翕時看到我了。我想講，伊是未看到，其實生理好啊！我看個腦筋大波對路就來喎，這裡你按這是你 photographer。生理好啊，家姐，你講冇啦，冇覺得我冇嚟啦，伊是大你頭 area 啦，所以我人面化妝呢，身軀前後三頭咧，平時就面上加頭毛色啊，四白管啊，三老管啊，成個雞咯，有嘢是成個雞，你雞就對佢差到頭啊，咪面情緒緒咯，上個你就冇，上個你。你美國嘅，你知你有嘅就抽你 striptease 啊 ，cabaret 舞嘅啊。striptease 嚇對。因頭毛色就水嘅嘛，伊 striptease，你化妝個只重嘅嘛，伊目睭毛佢掉嘅目睭毛啊，手啊，上咯，你咯。原來你話經驗佢做嘅經驗啦。
你白當人講，誒，別使講，唔去台灣做機會，啷知哦？你講死冇馬達來聊講，你在你爸母在你做這個物件喲。夠老啊，是30歲啊，老嘅。To be，所以特別生女咯，特別是唔是特為安尼看你面啲名聲無好，所以變做伊較便宜，還是有較便宜嘅成個 accommodation。買習慣啦，我覺得 OK 嘅啦。對本咯，但是講以前期嚟講啊，前期啦。maybe specialize in 咧，有可能講一個較前期我 feel 到。Did you say？小毒噶啦，你味道你但多味，我特擺住房間。伊房間噶啦，玻璃鏡咯，後頂是拎玻璃鏡啊，是拎玻璃鏡咯。哦，แล้ว enjoy ลองทำมันสิbonus 所以名稱係轉咯，名稱。未轉，一先都未。一百幾條。因為細路啊，伊硬講賣名稱賣轉咧，就除你泡湯嘅名稱嚟啊。Lu get black light 接橋。冇啦，佢點解留佢上 black light？Too much information 啦，black light 唔加大咧。唔加大啊！唔大咧，唔加大好死。啊！我幾驚嚟啊！我幾驚。歡迎我幾驚嚟。嗱，我幾驚嚟啊！尋人一啲，哇 ！holiday 轉嚟啊 ！holiday 轉嚟啊！哦，一間冇隻經濟行啊，一間。叫經濟淡薄啊，無路。你經濟都講去嗰個啊 Love Hotel 度啊，寫咩聲嚟？無因為我之前訂啊做無訂甲辦，啊無你無工做啊，所以無對啊特別甲辦嘢啦。你個寫我咩數？咁數你定定都煩惱，就是講即係你。我猜到啊嘛，較濟有嚟哦。哈，所以當然就比較細緻淡薄啦。係咯，未使你大開。我10個月先個無工做，10個月。你有 package 哦 ，severance 啊？淡薄呢。我記得希望你今年轉年找到一工。Thank you。先好你。你先正係講過啊？過啊。先正係過啊。過啊，你咪講你先正。講嘢話齋。冇咩嘢俾講嘢話齋呢？講句啊！所以當今你咪寫晒啊，當學掉咯。你就是要去食行嘅時，去食經濟行嘅咯，當今。食經濟行，安怎食行去食行？安怎生類法？到最方便，生類。我未曉個。未曉個要教。我剛剛就講大成啊，特別大位啊，嗬，就是開快濟類，就是啲大位嘅咯。哦，啲大條啦，老實講。Because sometimes 啊，你干那困呢？I mean 講你干那去困呢，但係本無法咧，有當時有嘅酒店，I mean 講伊嘅迄個 area 入邊，第一片嘅本是貴本嘅，成個你講香港就好啊，香港啊，佢哋成日講 hostel 啊，你講嘅，but then 伊是一人一個房間嘅講嘅啦，嗬，嘛是安尼貴，唔是講所在好啊，佢哋辦嘢啊，好似係我去過嗬，一個 budget 嘅 hotel 啊，伊到迄個重慶大廈嗰邊嗰時候，你在香港嘅重慶大廈啊，嗬是人就驚，你就伊人香港人無愛去嘅位來嘅。你在真名本是愛第一片了啦，我找第一片嘅啦，本是愛馬來西亞人嘅類愛百幾塊本啊。你好長唔長定大佬嘅所在會辦法啊？嚇？重慶大廈就是出名嘅所在嚟嘅。特別你去隨嗰邊個，嗰邊貴嘅，嗰邊就嚟是貴，因為嗰邊是出名嘅所在。點解我大是唔是嗰邊？有一人掉啲嗰邊翕相影嘅。伊是唔是講我背看到背幾條嗰邊？對面是看到背條嗬。古早背幾背貴當然冇咧。我是大重慶。伊是出名嘅，就一出名就印度嘅 curry 嘅。哦，點解我大是去大啲？冇啊，我大是伊是 airport hotel 嚟，我大。哦，唔是，重慶大是，我哋係你downtown嘅九龍嗰邊嘅嘢。哦，我大係咩啊？我唔知叫咩啊。特別 actually 我大，我諗你到啲 social media 看到我食到啲嗰啲 7-Eleven 嘅，介好食呢！我食伊外烤吧，我伊外烤吧 7-Eleven 嘅外烤吧，介好食嘅。我食過一隻 restaurant 嘅外烤吧。
你一個係你燒星照隨機啊雞腿啊。你是頭一檔去香港嘛？時候頭一擺去接香港，我是到啲香港嘅 airport 我去過，特別我唔捌出去香港嘅 airport。香港嘅 airport 啊，我頭個妹唔知行個成個幾百頭。佢早就airport 就無講只大呢嘛，只 actually quite 細。你 transit 嚟合併。哦，有唔再冇出去咩？一刀我出掉 ，because 係咪 ？sorry， 你講就係阿龍。sorry。冇，就是講香港嘅飛機票一隻都好正唔樣咯，即係你是 one of the 嚇 perks 嚟咯。但係咪話你會有咩啊？冇啊！我講你知道你出香港係啦。嚇，知道我出香港，所以我因為我教嘅時是半10點嘛是幾點？10點幾11點啊嘛。你我飛機是嘛就早起嘅。所以，若是講我無睡學校嚟講，我特別到 airport 坐條單嘛。所以我哥哥也無去睡學校，所以睡學校I thought 是成個重慶嗰個叫係個 area。但以前我看我 describe area 我看，我嘅學校呢，伊是到啲海伊看到尾，แล้ว我對面是看到就是伊下邊嘅 airport，แล้ว我看到飛機kilo 可能到啲對面嘅。你應該唔是你在重慶大廈是聯合國嚟，你知道佢邦加拉啦，佢印度啊，佢了就是大到嗰邊嘅。對咯，我係佢嘅咯，佢咧看到只重慶 mansion 啊，重慶 mansion 啊，所以 actually 伊本是有只借 budget hotel 到嗰邊搬，特別我同你講香港係 budget hotel 啦，按咗本是咱馬來西亞百幾塊起了啦。真係貴，香港是貴嘅位嘅咩？是 accommodation 貴嘅國家所在嚟嘛？冇地嘛，冇地。所以我去香港大時呢，我是伊 hotel 是 OK，not very good。你外國是伊只是個大上所 hotel 嘛，所以只 point， 所以度談入面 point 對入面坐去大，係咪 hotel 啊？你冇可能是重慶大廈咧，你見到 point 是冇可能咧。未唔是，我未記啲名，但我看我小英。你重慶大廈成個難民營嘅，你看你都重慶大廈冇可能有佢哋 point collection 嘅學校。特別我到喺你 area 叫做咩？我未記啊，但我看你小英看到。係咪嘴？尖沙咀咯。一隻我呢喎，我學校有 shuttle， 一載我去嘅。正我背幾條。我背幾條唔是啊啦，我是大嶼山嘅咋。我背幾條唔是重慶大廈，唔是重慶大廈，重慶是冇可能啊。OK， 重慶是背幾條係 different place。你若是講我背幾條，你會看到背幾嘅咧，就等於講是正遠啊，就唔是到 town area 咧。On the west side 咧。sorry， 意思叫做東涌。啊，東涌啊，東涌嗰啲時，東涌是 Disneyland 嘅位嘅，你是我背幾條咧？我背幾條 Disneyland。東涌對，伊是咩意思？東啊咪？東涌咯，東涌啊！你有食咗下面好食嗰片嘅物件啊！喂，對面學校對面啊，有小狗啊，咪個了啊 ，7-11 邊啊，特別冚了啦。所以我今日去 7-11 隻，我只係 7-11 物件，但係如果冇夠10塊美金啊，我嗰隻就係你烤吧啦，嗰隻就係你燒星嘅脆雞啦，個 sandwich 啦，哇，死白好食啊！所以同你講我嘅樣嘅，即係你物件咁 Asia 係，你我唔知 US， 我唔記得冇去過，你啲國日本好啦，伊嘅。convenience store 裏邊有本事好食碗咧，係啦，到時嗰度嗱，你看，這是我係，這是我係靠，你看伊 7-11咪是有 microwave 咯，7-11個有一個係咩？這咪是脆雞咯，雞腿咯，脆隻花冇燒星椒，花雕椒嚇，然後伊這是伊烤吧，你看到伊烤吧。梗係好食呢，你一烤吧到 7-11 啦，呀，然後嗱這 7-11 哇，7-11 香港、日本加台灣嘅7-11好食嘅我爆炸，就好食啊，唔係嘅了。
那我都看埋 hotel， 哦，覺得啦。伊是隔了 7-Eleven 本有賣，假是隔日迄一間 7-Eleven 差不多隔了本有賣，假設。哦 ，especially 在 Japan กับ台灣差不多大間有賣好像。我同你講，台灣有賣種嘅 sausage 啊，樣咧台灣嘅 sausage 啊，但係你自己嚟俾伊講得邊有delay 啊，係你 sausage 啊，我丟隻嘅，而家是你啲白嚟 sausage 你真係好隻喺度，你真係丟安啲好隻，我哋話啊，用 7-Eleven 呢是真係好隻嘅，即是啦，佢的士佢哋。แล้ว中間就是迄個枋魚嘅所在啦，我特別 take notes。我只是通中哦，無單止是枋魚嘅所在，特別伊是真正雜嘅，咱香港人不買去嘅位來嘅，你知咯 ？because 伊內邊是真正雜。誒，等陣，我個字名係咪叫學你講？先說我聽架即個學貴鏡講就學貴鏡個位咁我講咧物件，你看即個啊，我去啊，我冇翕到，我去伊個 Sapphire。即係 Chase Sapphire credit card 哦，Chase Sapphire card 啊，伊老茶梗好食呢，伊 food 啊，冇經濟啦，即係冇經濟啦，即係誒，香港，即係冇經濟啦。哦，香港啊，嚇，即係冇，特別經濟冇嘛，就免累。係啊，你用啲 credit card 是 Chase Sapphire Reserve 嗬，嗰啲。有 annual fee 嘛？係啦，有啦，特別你看伊隻，咪是愛開一個類獅頭咪虎頭嘅咧菇啊，猴頭 ，sorry 啊，猴頭菇。我就係食你，我唔係食過啊，我頭一擺食啊，我好食我食起。猴頭菇一成個白 texture 啊，伊淡薄成個咧女，誒，我未記好啷看，講個爽爽。嗱，伊成個高麗菜啊，你係嘅，伊唔是高麗，你 cauliflower，特別冇伊幾大粒，冇，即係是猴頭絲嚟啦，唔知係邊度把它講咩？猴頭菇，係咩嚟？猴頭菇是伊叫做lion's mane mushroom，一種嘅 mushroom，伊成個 OK，yes，伊成個 cauliflower 呢？然後我去問我講，這是蝦米湯啦？我介紹個食呢。伊講這是，因為伊無寫嘛，我想去看伊長人字，看伊是叫蝦米，伊寫Chinese double boiled soup 呢，是蛋湯呢就係叫。然後誒，你是去到迄個蛋湯嘅世界，你在香港。Hello，我是你食到嘅，因為我講你哋香港你啉嘅，但我愛湯本是好啉嘅啦。哎呦，我唔係啉過呢好字，因為我甲迄個人，我甲伊講講好啊啦，我問佢，即係湯是蝦米湯啊？我講我唔係食過，你就甲我講咯，講蝦米叫，但所以我 confuse，because 叫做猴頭菇係唔係猴頭菇？因為我 English 字是叫做 lion's mane 嘛，所以我是尋起嚟我未記實講monkey head 係咩？所以伊個 texture 是什麼樣就？我同我講翻normal嘅啊，伊成個食隻 collagen 嘅 ，OK， 伊 soup 啊 ，maybe 是伊用嗰啲罐啊，伊 soup 結，特別伊嘅你加入伊嘅猴頭菇嘅時候，伊個是規大粒，伊無想講切片嘅，是切地啊，伊規大粒，所以話你就擺即其實你加入其實，伊成個軟成個 jelly 嘅，淡薄成個啦啲軟骨啊，你管住隻菇咧是軟骨變做成 jelly 嘅，可能。食 collagen 啊呢？特別你若是講你夾來炒，你就有人食菜店啊，夾來炒做咕嚕肉咁就，because 伊做咕嚕肉嘅時候，伊個唔是成個 jelly 啊，特別係成個白嘅 texture 嚟款就好食。伊冇有人叫 monkey head mushroom。哦 ，OK， 有人叫安尼阮，特別 lion's mane 啊，lion's mane。Okay, so sorry, I distracted by 迄個係咪嘅？經濟項。你而家講到 lounge 個是 budget 啦。冇啦，特別好，你特別 travel budget 先就是講你有 lounge 有係去 lounge 嘛是，就是去過嘢嘛，就一成路有免食就。食個爸爸。成個我甲我哥講無人不去對面食迄個燒叉燒，咪because香港嘛，對。伊講買啦，了累一頭去 lounge 食，所以我一頭再去一巴聲去 lounge 到啲 lounge 食咯。比較好食，好個在，伊物件好食。咱啲個別店啊，食物件啲香港會貴哦。
我看唔是貴。貴啊！貴本啦。哎呀，特別我甲你講，你 Canada 你袂貴啦。你一對你就會有香港你100塊咯，你拍地啦拍地。香港你100塊是幾鐳啊？啊個20塊可能話㗎。我甲你講 OK， 譬如講啦嚇，第一有時我去食嗬，成日講一個燒鵝飯啊，你講啦嚇，一個燒鵝啊，一盤啦嗬，差唔多咱馬來西亞你35塊，你講咯。哦，我諗這邊啊個是12塊，可能話㗎10塊啊，10塊12塊。OK 啦，你講 OK 啦。貴咯，對我嚟講嚇。冇便宜咯，特別冇講價貴冇便宜，別貴，冇貴，特別冇便宜本對。特別特晚啷看到呢？人嚟講就是貴咯。特晚啷看到我食你烤白個嚇個烤白啦個咖喱物件。咖喱物件美金9塊幾，所以等於40塊啦。哇，便宜，我是便宜，我依個700，依700幾多地啊！我真係，我依隻because 依叫你貼淡薄，你去 microwave 嘛，所以我就 microwave 時我就變咗隻胖嗰就，你我佢哋會更到對行過街路咯就 ，because 伊 7-11 時我學到對面，我行過更街路，我行到我個會靠吧我就，然後我嗰邊 sandwich 咧行過去街路，佢唔知佢行過路邊，行去樓梯樓電梯去叫我房間位置啊我就，我真係有我有開 live stream 到啲 Instagram 位我記。because 我去到香港嘅時候，我係 TikTok 未 live stream 就係咩數？喺香港嘅時候，我係以 IP address 看，我未 live stream，我到啲有做到佢 Instagram。對，我去中國嘅時候，我係 TikTok 冇俾用。嚇！我未識用 TikTok。哦，中國用抖音啊？未用嘅嘛？伊人抖音嘅嘛 ？US 嘅人未用 TikTok 啲中國。中國未用 TikTok 嘅，中國未用 TikTok，你對中國但是你是 US 啊，未用。我是聽人講啊，但我未曉乜嘢。你中國人嘅電話，中國嘅 roaming 啦，出嚟國家啦，你本是未用 TikTok 本嘅。特別 VPN 呢？係啊。新加坡你都絕對未用 TikTok 咧。新加坡未使用 TikTok ？VPN 啊。你特別用 VPN，特別用 VPN。你用中國嘅telco本未用 TikTok 嘅。我伊人特別用 VPN，because 有啲人伊人我就講嘅，特別你是中國嘅 number， 中國嘅 telco 嘅話啦，你 even 你中國人啊，你 roaming 去新加坡 roaming， 本是未用，你本是未用 TikTok 嘅。對，伊人特別用美國，because 我聽就講有啲人做成去中國做工啊，然後伊人就是用美國嘅電話去到中國 ，and then 特別用 VPN，把路卡 A， 用。And then if 你是中國嘅電話、中國嘅 telco 嘅 number 嘅話咧，你 roaming 去到 US 本是未用 TikTok 嘅。對，你是死定啊！嚇，你是死定。if 你是中國嘅機中國人嘅話咧，嚇你死定，你是未用 TikTok 嘅。嚟過嚟講啦，隻經濟盤，唔是去隻經濟行嘅，隻經濟行啊，係咪 idea？大人嘅厝咯，成日玩你講係我俾聽你叫咩？你 couch surfing 嘅嗬。我特快會知嘛 couch surfing 嘅喎，你講下啫。我做過啫，所以我 couch surfing。哦，阿龍咩實講下？阿龍咩做過啫？阿龍講講嚟。OK，couch surfing 咧，我是啲2012啊時，我就實。我是成聽人講嘅咯，聽人講了，然後一個 podcast 本嘅啦，你介紹，然後嘛去伊 website 嘅，為所以有一個 website 嘅，所以你會使去經啦，經成日講去 request 咯，伊有一個節嘛，你會使一個去問啦，問啊，你家嚟決定講，你愛去住人嘅厝，去住咯。這是成個 Airbnb 嘅，可能人嘅厝啦。冇 Airbnb 是有收費嘅喎，這個是 free 嘅。That's why salary 就是安尼款嘛。哦，你安怎咧？安怎 ？That's why salary 就是安尼款嘛。伊人是 offer 了，你安怎辦？return the favor 係咩？嗱，阿龍唔是有做 host 咯，所以你會使，伊看佢你教講嘅嘛，嗱睇咪是。我就是你假如嘅啦，意思是假如去 couch surfing 嘅人係哦。呀。阿龍假如去 couch surfing 嘅，我係 host 嚟嘅。哦，你就係 host 嚟嘛？所以我去嘅時呢，就是伊有一個 host，所以你若是講你 willing to host
旅行嘅人咧，佢哋 traveler 呢咧，你嘛 apply 到佢哋 website 嘅位啦，所以你咪使之類咯，你咪使人咪使經條路咯，你看到人會使嚟 request 咯，你看啦。pause。但我未รู้den阿龍啊，你做咩事會 willingly 做好些？你是唔是比如未到過超難時，你想有機會捌條人對條人上面呢啲 reason？你講嘅㗎啦，本事。all the above 啊。我對邊嘅就係咯，我係報曉嘅處咯。OK，即係你是冇少女嘅啦，冇少女嘅，但係有邊話係咋？想識做啦，想嚟大人嘢嘅，我呢邊係少女嘅，都當你 website 裏邊係少女嘅，你邊學 gift？我都會想 Russia 過嚟嘅，Russia 過嚟，我特別我唔是講學人困，我係沙發嘅咋，我有房間學人困嘅咋。我 offer 人說，人嚟了，人俾想一盒 chocolate。成個好多隻藝術啦。我就是人教我做物件咯，譬如講有人講我錄時候我覺得寫衫哦，跳舞啊，我做咯。and then 我有拄過就是有一個Korea 雜貨，迄陣時我未嚟 Korea 噶嘛，我就 Korea 雜貨，我阿你唔係我講，因為 offer 我下面物件 in return 啊，我講唔要緊啊，because 我就是做這物件是 for fun 嘅嘛，阿你講if you，你一家己是教 Korean 嘅，伊是 Korea high school 嘅 Korean teacher，大家我是教 Korean 嘛，講你若是講你有下面物件，你俾我教你嘅話，你學我知。係。OK，了解啊！講笑話呢，好我是冇咩。日本啊，我冇到日本。我就冇見識啊。佢人嘅 ，because it is stranger 嚟喎。對 stranger 嚟，唔捌嘅咯。and then 我就是會講我 look sure 講你俾嚟我會哦 ，because 我是一個大波大嘅，係咧我有家姐你是查某嚟 ，single lady 嚟我會。你咪是拄過迄個囡仔咯？冇都會見啦，見啦，好玩嘅。係你見啦，冇都會見啦。因為是大你囡仔係棒咩？有一個感覺是打波嚟 ，until today is still 是我 Facebook friend 個。好你看 ，OK，sorry 啊，我接你講 sorry，我是要了解看到底好。所以我頭一走嘅是，所以我頭一走嘅是，特別我 experience 是好嘅啦，你一般有別人有無好 experience 啊，特別我嘅是 OK 咯，所以我 first time 係幾道，你去做幾道啦？我3道。未歹啊，3道冇是好嘅。所以頭一道嘅時呢，我是去頭一道嘅時呢，我是去台灣，嗰陣時是去看王菲嘅演唱會，所以嗰陣時嘅時呢，就安尼款 randomly 安尼款隨便 search 一個了，就寫去了，伊愛接受我喎，愛接受我，會使 host 我，然後嘛去伊厝咯嗬，然後就 happen that 講，伊本是飛往嘅。一個歌迷嚟咯，所以然後我去看演唱會是第2名，然後伊是第3名。所以我人本是愛去看演唱會本呢，所以嘛真正一話題咯，然後咪使講話係咪咯？然後 and then 我是去3日2名嘛，所以2名我第一期。就是你第2名啊，是我嗬，我人去看了 concert 了，轉來了我嗬，แล้ว我人就去套 game，佢哋，你知佢哋 game 啊，有一個 game 是叫做 V 嘅嘛，對嚇 V 嘅嘛，哇，去套㗎，แล้ว個參加伊 boyfriend 嗰陣，แล้ว個參加伊 boyfriend 嗬，แล้ว曬人嗬，伊係 V 啊嗬，伊個食流咗咯，แล้ว個笑啊，個食歡喜啊，你講，แล้วเรา講話啦。台灣啊，講華語。sorry。台灣講華語嚇，然後嗰陣時是講OK 咯，佢哋 experience 啊，然後有請伊食啦，然後有買物件請伊食，所以都特別識做㗎啦，成日。係啦然後個表見喎，咧一個帶我去行喎。一個帶我去行喎 ，before 去看 concert 嘅時喎，嗬，早起嘅時。早起嘅點聲，嗬，個換條摩托去行咧，那個坐歹人嘅摩托喎，人摩托幫質喎。哎呦，在你會數啊！然後就是嗰時冬天都真係喎，然後熱太陽幫質喎，即係幾好笑呢，係啦。然後佢哋是頭一擺咯，然後你在佢邊就成日2名女啊嘛。
如果寫糯米類啊嘛，所寫類咯，แล้ว第二擺嘅時咧是去西安啊是咧，我就寫around 三枚類咯，三枚，แล้ว去大人嘅厝咯，免何類咯，所以我去6節嘛嗬，所以6節呢嗬3節呢我大學校，แล้ว個3節咧就是大一個。人嘅厝咯，แล้วก็แบบกินเนี่ย because ก็有หน่อแม่咧เขาว่าตัว Shangri-La 咧เขาสิว่าก็กิเสียเพคีแล้ว request for sponsor เดี๋ยวโซลมาแซงเลยจะคิด sponsor คิดกุละตัมโปล่าหรือโจตัมโปกังอะไรค่ะรู้ไหมใส่อย่า sponsor 咯吓อันนี้คนเนาะ so 就寫類咧話，你看6枚裏邊3枚咧，2枚就5枚類就免好啦嘛。你睇你大8枚，你學3枚類呢？我大6枚，特別學1枚類呢。哇，不了。但所以你話我係告訴啊，正好聽就成啦。because 你去 travelling 啦，你冇做安尼行佢咧，你別拄着人嘅喎，你別講係叫你 experience 啊。但係真係好笑啦，趣味啦，呢樣嘢，你去大學你去看啊，冇咩意思。等陣除了微微娃娃，別人個就把大起嘅叫做 couchsurfing 或者叫做一群人嘅厝，就是把我去經驗過。咁你一人就 OK。我係朋友嘅厝，我係個人嘅厝。朋友就冇想啊，我。成日你去大 stranger 嘅厝咋？特別第三島嘅就正 special 咧，第三島嘅是去大到迄個中國哈爾濱啦，哈爾濱嗬，伊係迄個首爾大學。哈爾濱是啥？哈爾濱是中國話 Russia 咧。哦 ，OK。東北嗰邊嘅，那伊是 university 中國嚟。伊是中國叫做哈爾濱。伊是我 Russia 啊，對，了伊只 Russian 本有到嗰邊大了話了去卡 Russian style 嘅 building 啊，你看咧，所以伊都見啊，是都看起來。講華語本嚟嚇，講華語本啦，特別我同你講，伊 building 嘅了，我就真正 Russian style 嚟咯。你去到你成唔是去中國啊？你講你幾去啊？是？我2018年啊是，2018年嘅是6月，特別伊嘅天時啊，更加00啊，你看你行掉。是講如果伊係本本就是0嘅是。然後我大下邊，你講過阿龍？你當經濟就係幾30-40度。對。就0嘅都8倍錢買咯。對。差唔多咯，安尼看咯。冇，比我冷靜。差唔多。比我是啊。對，我上啲嘅是 negative 10，你知道？因為邊是 negative 30-40度嘅。伊邊 negative 30-40度咯，所以特別我去嘅時是夏天，我就是經夏天去啦，免講啊晴假舊啊，你看麻煩嘛。咧我去嘅時候，我就是去住一隻特別嘅位咧，就是伊是一個 university 嘅宿舍。所以 university 嘅宿舍，伊是獸醫啊，人講係咩嚇？獸醫啊，冇人再講。vet 係一個 university，咧特別伊大到裏邊咧，是一個bangla 嚟。所以我是到佢哋 couchsurfing 嗰邊哦，除掉嘅咧就是一個 bangla 嚟。伊學生啊。伊是喺邊嘅學生嚟，所以伊呢就照講成日講，你會使大伊嘅宿舍咯。特別呢嗬，特別呢原來伊唔是有兩個分層咧，就伊是上一個分層，特別都特別甲伊做一個群。安尼看你熟個了啦，唔是我帶喎。佢邊啦，意思講。是你帶我，對，特別上。
就困小三啦，小三啦，未，然後佢後陣時嗬，小三夠會困啦，冇會困咧，明顯。伊是一個雙人床，你講下，然後你特別甲伊做隻困咯，然後個袂要緊咯，嗬，然後伊是到邊仔住食誒，所以嗬，伊到邊仔塗骹住食，所以邊仔塗骹住食咧，就是我嘅眠床了。因為我就咪驚，就背咧連過去咧，就對伊嚟講是安尼困，真係大勁。然後個袂要緊咯，一點啊，一攞啊，嗰陣時喺度塗骹咧，就唔是喺度做頂，所以塗骹嗰啲攰塗骹搖嘅了，你講咯。Oh my god！你一問題是講我特別去打。做咩物件？嚇？咩物件？做咩屬 AI 去做啊？咧，即係物件？Couchsurfing 嚟講，唔知喎，伊嘅興趣咯 ，maybe 是。八人 ，maybe 是伊嘅興趣啦。八人。啊，然後係咪嘅龍講過？然後個袂要緊。你無講伊咪錄解困嘅咯 ，actually。成到我咩？冇啦，because 我跟你講，伊 comment 裏邊 ，OK， 即個 couchsurfing 嚇。然後伊會底個咧有真濟 comment 嘅嘛嗬，有嘅查某是本身有大伊個平嗰陣嗬，嚇，計咗隻捆本嘅，所以伊人有 comment 嘅，嚇，我就是有看到講，誒，查某本嚟計捆嘅喎，咧個嚇，應該是安全啦，咧我其咧特別問題是講會較อุดสุดต่ำ咯นี่ก็อีถอขากันแล้วอิ่ว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ลูกตาเดี๋ยวอีถอขา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ลูกก็ขี้อีเป็นเฉิงอ่ะรู้ใจอยู่เนี่ยอีเฉิงขี้อ๋ออีเป็นเฉิงโอเคอ๋ออีเป็นเฉิงอันนี้เนี่ยลูกบอกก้องอยู่เฉิงขี้ปุ่นนี่ก็เดี๋ยวก้องอิ่วในควันมารู้ใจรู้ใจอีคอมเมนต์ละบินอีคอมเมนต์ละบินบอกบอก佢 comment 裏邊冇人講，你錄去寫哦，就叫冇啦，我冇寫啦，我寫冇啦，你寫婉轉淡薄啦 ，very convenient. You turn to your left, it's your kitchen. You rotate to the top, it's the bed. You turn to your right, it's your bathroom. 嚇咧。แล้ว你感覺就講一薄係做嘅卡嘛，嗬，你感覺就講。黏上加攝安尼款咯，就係一啊，你明白哦，人係播清氣嘅是骨嘅嘛，伊你感覺就講錯啦攝安尼款啦，你成個油錢嘅油嘅款啊，油你參佢哋配 like dead skin 啊，yeah，我邊會話，伊是邦啦，伊樣做去中國讀咧國語誒做嘢迄個名，伊有講咩？唔知喎。Maybe you talk language 哦，要talk language 啊。我見中國有隻學生是 African 仔，即係外國人。我唔知講只 African 去中國做生意，特別我唔知講只 government sponsor yang full scholarship 啲中國讀冊。OK。被 make good friends 㗎 US 㗎亞洲國家嘛，所以yang 類嗰啲點會嘛。แล้ว會做個濟人咧，所以即當人嘅 population 中國嘅 population 參非洲嘅 population 參起來就是了變做，但係個有一樣讀當人冊誒 education 個 maybe 影響就會頭腦淡薄你中國嘅想法。是咯，แล้วว่า企喺邊係是本只借辦啦，唔是伊呢，伊 friend 本好多喺邊，所以成日講特別。你而家講華語啦。嚇！伊講淡薄華語啦，一般冇講就 fluent 啦，แล้ว用阿毛咯，用阿毛講咯，你看咯，แล้ว特別我喺邊我本是大三名。我看我第一名兩個走，我看我第一名冇幾啊個去吹學走。我大三名，แล้ว三名咧，我咗第二名啊，是呢就發現就感覺就講嗬，我係累成啊冇咩教啊，你看嗰時候我係累成啊冇咩教啊，你看，แล้ว你嗬，我個計話累過 ，OK，個計個叫伊講啊，你會使鬥卡手甲我隨人話累咗，แล้ว伊本冇伊人喺邊。that time 咪是真正2018年本是用支付寶了誒，所以我貴支付寶予伊，แล้ว伊互我現累啊。哦 ，OK。
我攰支付寶可以啦，以後我行累咯，所以你咪用行累嚟做咩？點解你會用支付寶？點解你會用行累？我伊唔是講特別，我唔是講加料嘅，即係愛用支付寶本嘛，咱有限，咱無關係用咯，就有。特別咧，我貴驚，你去下邊咧，你是大 ice hotel 嚟啦。我老實講，你講你絕對是大伊 ice hotel，because 下邊有 ice hotel。我可能買大款嘅領嘅。下邊就是我是去看爽 OK。because 今日世界啊有幾間呀嘛 ，Quebec 有一間，下邊有一間，唔知是 Moscow 有一間，無論世界有是幾間。面是 Iceland，特別係你無競爭啊咯，無競爭啊，大是第一貴啦。我同你講，你喺邊啦嗬，你看啦，喺邊嗬，臭啦。其實成，你講啦，你去 budget hotel 本好啦，嗰時愛開100塊，你款本好3就300了嘛，你都寫至300塊起來買隻。是唔是？你安怎？你講嚟較假嘛？你頭，你是伊個感覺對伊腳手無好哦。唔是，伊無夠即叫 review 話伊無夠累。哦，我成個，有時叫人話累，特別你就我就講嘅是話，咁樣成個是能頭貼。我成個都頭貼你看。我唔是頭貼，I mean 講伊是 being very helpful 啦。I mean 講伊人食到腳手都本咯。你話冇 feel 到，你可能感覺係你講嘅事。伊就講嘅事，我發現到我頭貼累。啊，我發現到我係累無夠咗。哈哈哈！頭貼累咯。咱未必咱家己超先，咱懷疑啊，咱懷疑嚇。是咯，真正懷疑人。誒，真係全世界啊，真係人哋好嘅，真係。咱真係驚。誒，真係好人是最貴歹人。但係我講我 experience 但係我講我 experience 是快。好是安尼款咯，แล้ว特別有人拄着無好嘅，有嘅人是拄着講嚇，伊人上甲講啉酒醉了愛甲伊有 sex 啊 ，you know 嚇，伊好勢甲迄個人 sex 啦，然後有嘅你是有數迄個 weed 啊，嗬，แล้ว每講曖昧啊，做隻來啊，咩安尼款嘅個數目有本嘅。特別數 weed 會曖昧，唔是批數嚟。係分定嘅咯。阿邊個？你賣就有見啦，冇逼你嘛。我本無標就嗰時進入批數咧 ，unless 講應嘢嚟，係應嘢逼你啊。有時伊 make advances 咧，伊講你講我係講你困嚇，我本無標就嗰時進入歸換過嘅。Because you can say no 嘛，say no 啦，伊無逼你嘅嘛。伊無做下面。特別會 inappropriate 啦 ，inappropriate。我把一間，伊是一隻煙頭，你搭波隻煙頭，少年隻煙頭，伊是 yoga instructor 嚟，所以 travel 世界真濟位，所以我嘛問伊咯 ，because 我一去位個了啊，真正坎坷去嘅位，แล้ว嘛問伊咯，แล้ว伊講伊做 couch surfing 嘅，你知道，แล้ว伊嘅 reward 是伊去嘅是伊特到 offer 迄個人伊學伊 yoga free instruction 啦，伊做咧 yoga 咩個了，แล้ว我嘛問伊咯，我講 because 伊隻煙頭嘛，我講有人 approach 咯，伊講伊講是應該是袂使啦，但係若是講有陣時你大幾那名 right， 你捌伊捌你suka伊suka你，แล้ว我問你 approach 伊也是 approach 你，伊講伊無 approach 人 because 伊是去大人嘅位嘛，哦，伊袂使嚇，有個人嚇，有個查某啊。伊袂使做嚟，係 burden on 那個 host 啫。伊個是大波嘛，แล้ว伊講 usually 迄個查某會問伊咯，嚟有陣時伊是大，有陣時大 guest room， 有陣時是困頭卡，有陣時是困 couch 嘛。伊講 usually 若是迄個查某問你愛困我房間，甲是你感覺，你是佢愛接了困 sofa， 伊就再講 that is a signal 啊 sign 啦。แล้ว若是伊 suka 你查某，แล้ว伊就嘛講困房間咯。那是伊不敢你查某，伊就講 no it's okay the couch is fine。把刀魚話話人為你嘅事，哎呀別，你就上我啲困咧，你幫我拉就上這邊層咧，你俾困我走卡，你俾困我走卡，是俾困我邊層。走卡。人講嘅咧，以前好難嘅，係啦。係冇魚話話，魚話冇直頭會，嘿拉困咧，咱再嚟到啲走卡係酸係咪？叫嘅係搭波 butter。
大你先較硬。那人硬打嘅話，你都唔是 sexual harassment 嘅咯。喲，是咯，人講係講唔是 sexual tapi 我問你，所以阿龍咧，阿龍你捌有成個無好嘅經驗冇咧？冇，so far 冇咯。特別because我是後生人，我唔捌去人嘅位大過。冇，我是講人大路咧，然後成個無咪夠，成個無咪好，成個大，成個無咪。So far 冇啦，都不會啦。我 actually 我同你講，伊是雙向嘅，你知道？有一個是 Airbnb 嚟，because 我厝是做 couchsurfing 嘅，我冇做 Airbnb 本咗 ，Airbnb 是我對咯。係咯，有一對是 Canada 嘅白人，加 I think 伊是 Canada 嘅長人啦，特別伊會計伊古早伊講伊是到啲我記伊是到落位 one of the Asian countries 啦，伊啲邊大漢。แล้ว伊 migrate 去 Canada，所以又是 Canadian 嚟嘅，所以我哋打波嗰陣，所以我好似我只看樣嘅時候，我來啲 feel 嚟講，但是有來嗰陣，我 feel 到咧就，我 feel，所以有大位厝啊個大，有3個節啊 Airbnb 嚟，伊而家伊有一個，唔知是一個，有時 just 只是嘅截圖係啦做工 freelancer 嚟嘅，所以伊大位回咧啊，我 after that 咧樣搬走咧佢啊，我直啲想，我 feel 到啦，因為有一道是因為我攞間房嘛，所以我家己嘅房間係咯，固定個一間房間我所以樣大咯，樣大3個節，係咯 after that 因為有一道有一名樣兩人即係嚟房間係咯，甲我講話成班點樣？然後直頭前面嗰邊整嚟講話嗰陣，我冇講唔買嘅時候，咪it's okay，because 樣我咪 OK 啦，少年人係咯，搞我差唔多咩？有一次。你係變啥橋啊？係變啥橋啊？然後有度講話講係問下嘢拖，又問下嘢拖。after that 我 video 啦，有時會教我困嘅。哦，hindu 呢？呢個字得咧就，特別呢個記知吧？你掠無叫，我唔知吧？我冇咩想，你冇去想，我都知，但係你冇想愛。我冇講真正想愛啊！我唔想愛得黐面啦。after that 咧，我就感覺就講點樣是到底嚟顯話嘅？我講句咩物嘢？特別你是試吧，梗係賣。我是一半試吧，一半賣咯。但我冇真正掠到，我掠到咧，我 maybe start 所有嘅卡推人度 ，maybe 度。所有卡推。我是我咯，但so far冇啦。咁樣我冇 keep in touch，所以我特別開到啲 Airbnb 嘅，搞去看樣嗰啲咯。我同你講嗬，即係是雙向嘅，你就你入面講伊有寫，入面講host 有 comment，然後你 user 啊，嗬冇有 comment 嘅。你 as a visitor 冇 comment 咧，所以伊人本嚟 comment 就對你嘅，所以若是講你去你安尼款要求係咪啊？然後伊學你 bad comment 啊，你會掉 ban 嘅，你知道？你本是想係掉 ban 嘅。明白。有別人咧，別人個就有咧成個 couchsurfing 嘅經驗去，成個去 stranger 人嘅厝大很貴，算。I think 冇啊，佢哋家是攞一路啊，是咯，會話，我哋驚人睇我大，我見啲你驚人睇啊，講，真係，若是講拄到一個變態殺手嘅，就是咯，唔啦嗬。你問講個咩？問講去旅行大，你同埋定到，第一日我去 Paris 時啊，我本時係靠 surfing 本嘅，特別 in the end 我去睡 Airbnb。Couchsurfing 嘅 Airbnb 哦對 ，Couchsurfing 是蠻貴對，你講佢啊。你個房椅都是或者 hotel 個房椅，冇得掉嘅。Because Airbnb 是真正，伊唔是伊有只介紹就唔是厝嘅。Oh my god，一個地嗰陣，我唔知你住嚟 Airbnb。我都話開一看。即係嗰個地個。哦。你冇。特別我感覺好笑是 Vivi 話伊 Vivi 話伊即係伊要捌做 couchsurfing，特別唔捌大個嘅 hostel。Because hostel 就好貴咧，而家 hostel 價捌做 hotel 差唔多上嘅。就是因為咁玩大 hotel 買大couchsurfing，啊唔買大 hostel 我冇大嚟到咩 ，because 我驚咩？驚人偷物件。哦。然後我上晝我去旅行啊，
camera 啦，係咪啦個了？會有 locker because 我有聽過人嘅名叫着頭啊，所以我應該有 locker 嘅嘛。locker 嘛是照開。แล้ว特別你去大 Couchsurfing 都冇見係人偷你面啊，就是咯，我奇怪。就是咯，呢是人冇得借啦，唔止偷佢睇。是咯，係咧做過嚟就啲變人都制哦，凌晨變人啊！我第爽嘅就是去西安啊時嗬，但係我講我第爽嘅就是去西安啊時喎嗬，你咪大嘅 Couchsurfing 咯嗬，即係個傳話去嘅正遠去看咧。兵馬俑嗰陣，你睇啲兵馬俑啊，一隻去正一點正館嗰陣車，所以換條車，尋日就我朋友尋日 friend 都隻橋就，然後我個表緊咯，個表緊嗰就，一人就看，一人就咪看你看啲物件嘛，所以一人嗰度外口等咯，哎呦，我就一開就一到夾卡北喺邊等咯，等一個表緊，一個上話去另外一個位啦，嚇，係一個地啊，你看啲物件啦，然後是啦，使咪楊貴妃到邊站一過一個地啊，你去站咧變水嘅嗬，冇啦，我去看啦，一打了誒，然後個表記，然後一人嗬線，然後就正線，然後一個去睡喺你budget嘅 hotel 嗬，去邊困咯，哎呦，佢就撩女，咁正都滯喎嚇，一人個就未撩女去hotel 嚟會盤一班哇嗰陣，你真係要咁動喎，你嗰陣時。你都咪做咩識做到咩槍架上面去咯？嗰陣時冇去學叫 ，because 以前只冇，because 一般是只有女嘅人本啦。哦 ，OK， 一換是跑車嘅，我頭一道坐係一款啊，係跑車，夾嚇。個大頂咧個夾哦，你直接安尼咪直頭整咯，安尼撲落去你就冇平咗隻阿妹咁下吐落去嚇，你看呢嚇隻你起啊鬧我就報一病。阿妹嘅人，你個冇阿妹冇妹嘅，一人特別白住起嘅，就冇。微話咧是 keep 落啲個白車嘅話白嘅啊 ，OK。我見唔到啲歌吹到位啊！我直頭晒北京比較白喎，一直轉，轉個一直那轉那出嚟，唔是那轉那接嘅。我講，我聽到好啊，大概換位，就換咗去。John 啊，有做一個 topic，你 bed and breakfast，你 B&B 啦，我唔捌到過 B&B，我見到。我特別我唔敢，我驚多。所以唔敢 ，because B&B 伊 host maybe 無多嚟邊嘅嘛，伊是可能佢間厝去大嘅嘛。老實講 ，Airbnb 係是 bed and breakfast。冇 Airbnb。哦 ，OK， 好啦 ，Airbnb 啦嚇。講借 online 啦 ，Airbnb 冇想嚇。Airbnb 啊，你去啊邊咧是奇奇怪怪物件，咁咧我驚講我 book 錄景咯。有咧，伊是幾間嘅。即係馬來西亞是幾間嘅啫，特別有咧是 share 一個 room 嘅。你冇難 worry 就係，because 只係 Airbnb 啊，啊你人直頭冇面是依處啦，依是 investment property 嚟都係，依條啲俾客嘅處是 for 誰人 short term，because 依誰 short term 加好談過依誰嚟 long term tenant，that's why 前一陣當 game cities 有 regulation for Airbnb 啊，應該會啊，邊啲唔是別使啊，邊啲？邊嚟未使啊？邊嚟？start 嚟做啊，未使啦 already。I think the last 2-3 yea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只係 regulation。because 只係人 complain 嘛。對。即係媽媽小寶媽媽 complain 過叫講樣 Airbnb 嘅，伊叫表party 就大聲，看了只坐車、摩托擺啊，北到人揼喺厝頭整，你看。啊，但我未使咩？我 sister 佢周歲喎。last month 嘅，哦，這是未使講。冇，你換咗就講往我到啲保險嘛，保險之前讓係你 management 是有出過 notice 好話嘅，講讓賣人做 homestay 嗰是 Airbnb 啲邊嘅，但我就是有做過係你點先 ，because 我但係你點冇出聲話咧 ，actually 又唔制嘅嘛 ，unless 個人快樂講，叫嚟大腦節然後就走，另外個嘅我禮拜個是你諗個大節節走嘅，意思你朋友嚟嗰時就最，又冇嘅話，依家係 find out 嘅嘛。
by law 馬來西亞唔是講，特別我唔是想講以 Airbnb 除唔掉，到底你是講 Airbnb 嘅 app 未用 Airbnb app 嚟隨你處嘅？A 個啦，喂，直接是睡 bungalow 嘅，你睡住個 bungalow 嘅。I guess 那是講冇出數，伊嘛冚住你目睭咯。那是講冇出數嚟啦。Maybe 係啦，bungalow 嗰是有攞咗，所以那是講你大 Airbnb 你看咪數啦，伊一冇細類有嘢咗咋，一冇按類細嘢咗咋。哦 ，because law already 講 not 伊未 protect 你啊。啊，對，呀。你睡學人時特別較注意呀咯。對。冇就是。你大人嘅所在了，你一頭條你唔入嘅了啊！馬達真係講開 case 咗你嘅。because 我講 Airbnb is not encouraged in the country 咧。是哦。特別我到 Airbnb 呢，我捌住過美國，我捌住過，有一個清差無相嘅，就是我到啲美國嘅時，即係這間 Airbnb 咧，伊是袂你做你家己 duty 嘅，所以成日講你 after 你大咧時，你特別偷伊嘅做家布，下至去伊 washer 入面放喺洗，แล้วสัมปะเขียวกันแล้ว掂สัมปะ而係下啲伊สัมปะ湯，特別我去 Asia 冇嘅喎 ，Asia 外面做保行嘅。嚇，有時候 hotel 咧。嚇，แล้ว伊人 cleaner 嚟啊，你裏面做保行嘅。講緊 North America Airbnb 別多啊 ，because 伊個尋 cleaning fee 嚟較好，佢真貴嗬。嚇，伊當緊個 charge cleaning fee 啦，特別你個條少做下你扛佢嘅咧，佢偷佢嘢咧。Yeah，what's the point？做下琴啦，係咪？只一件貴，我唔制。而家 what's the point？有陣時 what's the point？佢家是，我真正冇試過 Airbnb， 我冇做 Airbnb。OK。我們只個冇。除了大呢，為寫經濟，為行食經濟行嘅時。為把為成個買飛機單啊，係咪啊？這是毛毛菇嘅話，啲毛毛菇嗰條，毛毛菇啲又買班機飛機單係冇啲啊。嚟我淡薄更苦，我們嚇嚟講話，安怎解買到班機嘅飛機單？飛機單前日我同你講，前兩年裏邊啊，起價真係香飛機單，特別客股嘅時是我特會人講啊，你個面買啊，你上飛機呀就上飛機哎對馬來西亞咧，你個買買過啊？我講唔要緊，免驚，你等。我嗰次我買 ，I think 就講 because 當期我買啊 ，because 我有驚喎，硬係咩樣？我人唔係我一人嘅事啊，一人嘅事啊，你會做安尼同佢，你會。但係你特別有 flexibility 本啦，對。安裝 flexibility。你去阿你西上 Expedia，佢個 Expedia 真係好啊 ，because Expedia 一個你看伊飛機嘅 layout 啊，你嘅 seat 啊，然後你直頭看下你飛機啊，那些誒 layout，你會看講即係飛機 full 啊冇 full，好伊嘅飛機單真係拉手啊冇拉手啊，我有嘅物件你看即係 flight 都冇講嘢 full，即係屬於伊嘅價錢嚟滾，所以阿家講。at some point 嘅價錢就落嚟 ，because flight 真係冇 popular。For example，未 sell 啊，所以你未 sell，你看，你 every few weeks 你去看。然後 I think 我把買一班嘢飛機單嚟to Malaysia 啦 ，from 下個到美國 East Coast 位 ，Philadelphia area。So 係你是真係 long haul 嘅 flight 嘛？然後佢就是Emirates 啊。你看伊飛機嚟，伊飛機也大頂嘛 Emirates 啊，你叫咩啊？你頭嘅是咩？沙比康嘅。Airbus 對 Airbus 380，就大頂嘅嘛，準你看，都冇慢等佢落啊！伊真係是只架依個票都對，等佢落啊，你嗰係咩？跟嚟搶飛啊！有年是成個股票嘅咧。特別係你有 flexibility 你會肯做咯，就是講。你一人你會做，你 travel 你是別做嘅 ，because 你小 risky，你就係，like maybe 你落一點先係穿衫嚟先，你有需要改先你解啊，你別啊，那邊嘅。都一人會做，兩人我 maybe 會做，特別。more than that day。你譬如成講體力方面，你點成就是白絲啊嘛。你就是講阿個 flexible，喂，幾個月我揸一禮拜，揸個禮拜咧，我會去就 OK 啦。
特別你會使講你無成人講，佢暫時是話我少數講嘛。你會使講我阿家安尼點聲嚟，係咪過嘅點聲我愛對，特別我別甲你講，佢 date 是 exactly 呢時嚇。你嚟 maybe 4-5 months before 你甲講啦，你而家咪要 arrange 咗掉。因為是夾我咧，你下3禮拜我咪俾背幾多 ，just 3 weeks before 我 fly overseas long haul 啦。都 I mean 3禮拜是第你別 less than 3禮拜 ，because once in 2 weeks 然後伊就 shoot up 咧，伊個 price。Because 伊是 last minute 嘅事啊，伊無管你有付無付，伊特掉查出嚟。Because 伊就講是講你當金嘅愛買，你錢也有需要接下嚟背記嘅。OK。伊 airline mentality 係咧，once 你 under，所以伊俾discount 嗰個地少嘅點先是 maximum 3 weeks before 咧。After that 2 weeks 然後伊特掉起㗎，唔知 double triple whatever。伊特掉食少嘅，如果佢哋是伊係 trap 佢哋 last minute 嚟啦。都安尼，我即係是話特啲啦。我咪對過 Malaysia550 USD 嘅飛機多。即個較貴嘅成嘅啦，講係你試試。即係特別當今啊，我同你講，我人middle of March 到個 April 時，我嚟去美國，唔係美國 ，sorry 講唔對。我嚟去。London 我嚟去 London， 所以我紅買到嘅 ticket， 伊到 December 點時買 ，November December 點時買 ，Canadian 750塊呢，所有人嘅 price 是500塊呢，美金500。特別去本來會嘛 ，Asia 較會 ，Asia 較貴嘅。係咪？即我到 West Coast 啊，我到 West Coast 去 London 只。阿龍，你看到你停低卡，阿龍看到你停低卡。sorry， 因為我 miss 掉，哎呦，我大家講，會食。誒，安怎亂咧？啱啱個穿換衫，人愛去水嘛？去水頂面半身嘅嘛？你上個考我頂面穿嗰啲線嘅，所以都一定穿寬褲嘅話。我就阿龍，我玩路啊，但我減我 rating 上會 shoot 起只謝啊，確定。係你 YouTube ban 嘅。阿龍嗰部開聲，我未聽到你講咩。demonetize 咯，佢叫 demonetize。係啦，demonetize 啦，而家掉。但係 OnlyFans 係 monetize 到啫。而家冇聲嘅阿龍嗬。你哋咪夾掉。啊呀，冇看到，我剛才看到你 Q 你地看呢。對。我看到我咩叫你講成。我 instead of 吉起，我應該吉起呢。了，誒，繼續講話。聽唔到。有啦。繼續講咩？有咯，特別講話去個會點彈，because camera 冇開。係咪先？你講咩有咯？冇啦，都但係阿龍啲大真邊啊位，所以大到個 friend 上面。特別我 maybe Zoom 嘅攞嚟佢哋較濟呢，我到底即係 live stream 嘅掛起淡薄。對。好笑。把刀郎未看到路呀 ，OK？ 阿 John 呢個佢淹掉啊你。我咁樣講嘅，instead of 吉起，我直頭講呢個。又冇做掉，你使嗰嘢做掉。冇做掉咧，Q 到一地看咧，咪情人就我看到，咁咩？誒，阿 John 用 thumbnail 啦，你我人一趟 Zoom 可以讀到。YouTube 就找神色。我佢就拍嘅嚟講。咁樣等陣，佢就係 Aren't you guys tired？ 我諗揸起時。即係嘅人講 Aren't you guys tired？so OK，嚟個下面物件，講到三類個，個下面方面啊，因為別人話咩 idea，成個俾飛機單班機。Asia。用我哋 website 啊，你 Skyscanner，當然 Asia 冇是冇咗班機啦，係啊。你用我哋 Asia 冇辦機啊啦，巴魯。係咩啊？Google track 嘅就 flights 幾錢？flight 特別危險嘅，你 Google 嘅啊，你看到 sometimes 冇咩 accurate 嘅。你一買嘅時候，伊會甲你講。伊看，我用時去到 Canada， 後你 transit Canada 特別你入 Canada 嗰條 visa 係咪物件？你看物件冇咁講嘅咋？對。
你就家己 figure out。But 我甲你講啊，我啱睇到這個 ticket 啦，這個 ticket 是 actually Air Canada/Lufthansa ，code share 啦，對啊 ，code share。So actually 真 complicated，伊有對一個forum 啦，叫 Red Flag Deals 到 Canada。就學你嘢嚇，有嘅啦，就學 subscription is newsletter 啊。免開，伊是 open forum 啊，伊是一個撈一，你知咪？你知用撈一，都有嘅人啊，調啲去對安尼物件就，所以伊人講哦，if 你做這個辦法啊，這飛機多是真正班機呢，多去 London， London 最long haul 咧就話人 is almost 10 hours，you know，from 我人嘅位，哇，都嗰時會500塊美金是真正班機嘅啫 ，when you think about it。然後伊就去做 ，actually 我諗個冇 immediately 去買㗎，我應該我諗唔知嘛，走喎，因為是 after I think 我 December 唔知，我 Christmas 是而家去買，有個 still 辦幾個啊，伊 price so I think very 值啦，是講到對啊呢 forum，對成日就飛機加大是最貴嘅，in my opinion， 幾多咯。我暑假去 holiday，特別你叫我去找啊，嗰物件我是第一半段，所以我大陸我冇去。所以你就被拄到，然後即係阿毛包咧，阿毛包有驚做呢物件 research 哦。伊個死個，伊叫我做啊，我個半段，然後就所以我兩人佢之間冇去 holiday 就成咁咯。Because 我咩事？我考慮做，切到股票嘅咧，你知哦。It's like a game to me 啦，to me 是 is like a game。你特別只頭殼甜，我 feel 到成個只頭殼甜，真係。是咩？我本是咁。上本啦 ，sometimes 就是做安尼款，都愛做 homework 啦，做 research 咯，然後愛看咯，就係講係咪辦法會較偏會較達安尼款啦，你嘛即係咯，unless 你是真正無買個鐳嘅嘛，不要緊啦，去就對啦嘛。我是兼職嚟，我是兼職嚟。個個要做。你啦兼職個阿 John。嚇，係咪阿 John？咱買美國嘅飛機咧，對去馬來西亞咧，是較貴嘅。美國買是較貴，你知唔知？對。你我一個 friend 哦，抽卡現得做咋？我冇做過啊，我 friend 做啊。伊用 VPN。用 VPN 去馬來西亞。特別，伊唔是看 direction 嘅咩？伊別睇。The point is 俾堂背對呢，背起對。我就係講你特別買是你買到啲馬來西亞背起先頂到時啦，你使到啲馬來西亞買，因為我到啲這邊買單嚇，但是我買馬來西亞來 US 對馬來西亞，伊度already出MYR 係話咧，然後你就是要到正期嚟講下頂到較便宜嘅是你買你使到啲馬來西亞會買來整，特別你買杯，然後你用到啲 US 杯對馬來西亞，特別當佢未使啊 ，no show 會 cancel green trip。對，伊驚講係你人係你你朋友是按照買啊 VPN 咧買係咪？伊用 VPN 換去馬來西亞 ，and then 伊買攞嚟 trip， 伊一買攞到佢，因為伊個 boss 國人嘅，所以一到咧是買對馬來西亞開。And then come with family round trip 啊是即係 one way round trip and then 去 Saigon 咧一from 飛去Saigon 都是用 VPN to 越南嘅呢邊睇。有安尼款嘅辦法嘛？你 YouTuber 伊人啲 promote VPN 嘅 service 是有嗬，就係講 travel 嘅 YouTube 嚇，一般有講，伊人有講盤。你若是講係比較便宜呢，你就用伊人 suggest 係講，你用 VPN 呢去 India 啦，去迄個較無類嘅國家喎，一飛機單會較便宜。比如上本嚟使 I think 你去 Malaysia， 你用 Malaysia VPN， 人較被 catch 到佢。你用 India， 特別你飛對 Malaysia。maybe 來 catch。係啦，特別我唔知啦 ，because 伊人嘅 YouTube 裏面是有教你講嘅辦法，我本時有看到啊。特別我冇做啦，我冇做。安尼款若是人叫 Malaysia 嘅人，甲人買咪使咯。Because Malaysia，because 伊是我是想講，伊是 originally 飛出去嘅，是 from 迄個 country， 用迄個 currency 啫。你 try 看咯，你到最年時你 try 看會驚，我唔用我攞到啲。
successful 啦。interesting。就我知意思成，但係咪 direction 咯？你背呢是講到啲馬來西亞背去 US 對馬來西亞，伊個價錢較便宜嘅，對馬來西亞 US 背去馬來西亞背去 US 嘅。我做過一道做袂到，我到 New Zealand。伊買後你學 transaction 嘛，你學。แล้ว我到 New Zealand 我是想愛嘅買一條 ticket 嚟飛去別位，แล้วก็對 Canada 伊買。嗱是แล้ว because 我想講我 account 是 Canadian 係咪個แล้ว特行 credit card 個แล้ว Canadian 我係 pay Canadian dollar 嘛，伊試買，伊只看到我到 New Zealand book 呢，伊直接愛 book 我 New Zealand dollars。特別你會使買嘛？你會使買嘛？特別咧我用 credit card 係是，伊 foreign 有 foreign transaction 3%， yeah for the foreign exchange 算起來講無達咯。特別有你 credit card 當然冇 foreign transaction 冇 the website the airline website sometimes they firewall credit card billing address 啊，伊看你 from like let's say 你係 from Canada 去到嗰度啊，伊either billing address is either the destination or the 你是講我買到正俾後來買來時我唔使啊咩？嗬？唔知我一家出 Malaysia。because 你係出來是從 Malaysia 出來。對咯。你我知啊，你我冇買過。我冇 experience 過啫，我冇買過。like because of 我是講，頂到只人嘅款動機，所以 cancel 樣叫做 no show 嘅 cancellation 就是你款啦。你是叫名啊？叫做咩要隻名嗬？要隻名 because like let's say you from 你 city 是只細，然後你愛去 a different city， 伊冇 direct 嘅，伊就 stop somewhere 搭班機 ，you know，and then but if Lucy from the middle city 來去 the third city 咧嗬。伊較貴嘅喎，你係為人條隊比較學啊，from 隻有路嘅一個飛來這邊，特別伊 first flight 冇 show 咧，用一抓咧，都當佢 airline 知啊，然後伊人伊 cancel 啊，伊冇 show for first flight mean second flight cancel。個 cancel 咗，OK，我明白。你條人係抄下笑啊嘛是。我是聽過人講古早嘅時是你 ticket 啊是。抓嘛，伊人講抓係只用 ，because 抓係伊是伊你用你 return ticket 啲頭前，然後你用你誒你小換，所以伊人唔知 ，because 伊是貼嘅嘛，對。แล้ว當佢 computerize 啊，未必較強項。แล้ว computerize แล้ว你做 open ก็做 open jaw， 有啲人ก็做 open jaw， 咧當佢 open jaw 都未做啊，open jaw 都未做。open jaw 係咩意思？上家頭晚你講嘅，所以你使去到中transit 嘅位，你使下啫，了是。但是講我 book later， 你記買 book 過，你使暫時下就係明星啦，肯定嘅 book，你要接其他路線可能。有隻 open jaw 是幾 flexible 嘅，其實講上，我對 Malaysia， 我係使去香港，特別我去香港嗰陣時。我個感覺，like 我係使俾 Asia 嘅朋友我去，然後我講我對嘅時，我到邊撚搬出來，所以你使做嚟做去真濟，特別人講當金幣啊，特別我唔知咧，我未曉啊，看你物件，我是聽人講嘅。直接叫你物件是叫 skip lagging。lagging，OK。skip lagging。你買你 multiple leg 嘅，特別用一隻，用 one leg 呢。我哋是叫 skip lagging。Actually, there's a website called skip lagging。都俾辦幾倍幾多？OK，嗰個後面邊個俾生女啊？住咗飛機加大 hotel， 只應該是未生攞掉，你去到只行應該是。我平常時咧去 vacation 咧 ，most of the time 咧就 simple 嘅 ，and then last the end of the day dinner 就食好了。The rest of the daytime 嗰時 lunch。去 hotel 嘅 free breakfast 是去解煎啲餅嘅。對，有個了嘢 cracker 啊。你 free breakfast 都嘛是愛學累本嘅 ，I mean 當你誒 hotel 嘅累嘛較貴淡薄了誒。冇誒，我諗美國嘅咧是 included 嘅，較濟唔捌冇。我較濟嗬，就係講我諗到係你
hotel 嘅 website 啊，無佢叫做係咪咧嚇 Agoda 嘅呢款嘢啊，嗬。So 有 exclude 係咧嚇 breakfast 啊，伊 hotel 嘅 room 係較偏嘅，所以我較濟呢是無嘅 breakfast 嘅咯。你個香港安尼好料，呀係啦，成日我冇入 breakfast 係講，喂學弟冇 breakfast 咯，成日我愛出去個口又吞食啊，點心啊，係咪咪見你講哇，出去個口食，還是去撈去食。香港安尼 walking distance 個咧去邊安尼好料唔見啦。啊，嗰個美國寫物件去旅行食經濟。我再講就係人。唔去食啊 Japan 入面伊人食經濟伊個 combine 伊個食啊 7-Eleven 啊，M 食好食嘛，好，所以有個人是特登食咧 combine 嘅 food。嚇，嗰隻物件細類嘅就是，你食其他節目上嘅國家呢，你係 research 看樣有迄個成日要火車，坐火車是迄個。像 Japan Rail 嘅迄個巴士嚟講啊，你會使買啊，一 combination 咧是伊會使互你坐差唔多普通嘅 bus 啦，然後火車、電車啦，係咪物件？咁你會使坐啊，唔知每年幾日、5日，還是7日，可能咪互你用嘅。對。你咩事就細類嚇？對，for 我actually 新幹線無細類啦，我mean because 是講回來嘅數啊。特別我感覺咧 Europe 嘅巴士 multiple country 嘅巴士。真日辦理，佢哋 real 嘅真日辦理加達。So 一路嚟去嚟意大利、France 啦、Spain 咁嘅了，just 用火車。下鋪我去 Europe，actually 大擺我去 Europe 唔是坐火車，我冇坐 ，like in between 嘅，邊日朝，一隻搭。邊呢有人可能有想講坐，特別邊呢嘅 public transportation 冇講真正。有啦，當今嘛有 ETS 咯，你只快嘅 train from Penang to KL。我等陣伊做個了 all the way up to 這個緬馬下邊啊。once that 哦，因為怕水啊。你睇我怕水。哦。Next year 去 Bangkok 嘛。哦，會爽。然後 after that 只，伊就先會只去中國啊，唔知。something like that。巴海去Bangkok 啊？From Bahai I think。係啦，你 direct 去 Bahai 啊嘛？冇啦，冇 direct 去 island 啦。伊愛接個去Myanmar了，maybe 會去到中國 one day。2025年 this year around June 那款是去 Bangkok。哦。一頭去 Bangkok 嘅嚇。你 after that 冇講過，不如是伊人是 announce 講2025年那款愛。有 train 是一頭接去 Bangkok 嘅啦，แล้วบาลู是有 train 呢是一頭去หัดใหญ่เนี่ย特別這濟人買坐佢哋 train 去หัดใหญ่ because 冇得係咪數冇得啊 because 一抓特別45塊啦嘛，你嗱講嗬，你坐ETS 啊，去巴達布沙邊嗬，咪如果幾塊錢嘅喎，然後你坐 van 入去客人嗬，半無講幾十塊嘅喎，所以較醒幾你坐火車，然後個表緊，你坐火車就要4點鐘，然後你坐 van 啊，坐火車去巴達布沙啦嗬 ，around 1點鐘嘅，然後你坐 van 入去15分鐘嘅你講嘅喎。你 van 你係時期搞啊，考慮到嘢好。只你直接有誒。咩你迄邊嘅 station 迄邊你行去了，然後就有只坐你 van 嘅一個 service 嘅。OK。然後你去邊段都會使去啊。我係去上地，我真冇經驗。我不是成個363路人，我直接驚，我直去搞小菜館唔好，唔是 ，sorry， 唔是菜館唔好，即係講唔對，菜館唔好唔是你香港成個像傻白狗哈傻白狗咧唔知未曉嘅啦，我唔未曉，你我去過上地幾多島呢？我個表姐，你個表講嘅話。I thought you know the language. I thought you know the language. Don't you speak Asian? Don't you speak Asian? tapi
有車嘅人咪會使家己換車去本，較型。我捌看過，啊，咪是，我家己換車去，我爸捌看過。嚇，我人哋啲 last year，我 last year June 嗰時換車去咯，然後換車去先本時就冇講 I mean 講冇講聲 OK 啦。有人是未必是方便冇講開只借累本啊，家己換車去客人啊，本冇講就借累本，冇講開就借。方便啊，白車係咪方便啦，就對啦，一去方便咧 OK。我成日對馬來西亞特別為白車，我只頭殼聽，所以咁咪借 Grab 咧。是對哈，你話嗰啲點頭啊，之類。是啦。哎呀，客人冇安尼之類啦。係咪講？合仔冇安尼讀，合仔冇安尼嚴重。啊 ，Bangkok 就讀啦 ，Bangkok 嚟啦 ，Bangkok。他車是走讀本，我是講白車，白車嚇。學得應該有啦，有北京嘅人學得或者。Grab 接磅呢是無好嘅成秒就，有時講落雨咧，落大雨，啊是你再講到你搭車，你叫唔到車。對咯，我是坐巴士。我到馬來西亞我是坐巴士，我正夠坐巴士。哦，對咯。我咧坐巴士我冇 OK， 坐巴士我特啲吉隆坡嘅時，吉隆坡頂住我咪是未去賭啊，嗰陣嗰時我俾坐 Grab 落大雨嘛。แล้วว่าสิก็สิอ่ะว่าก็เบ้唔知切包俾切鴨俾鴨誒，迄個豆沙餅就，แล้ว我行掉啊嗬，我咪平時俾叫 Grab 咯，就啲路邊會等啊，แล้ว落大雨，ATM 地啊，砰，冇車，我見到已經差唔多半點鐘啊，我未啊，我對電腦個位，其實呢，我直頭坐咯，坐 LRT。去 monorail LRT 去，我家己行掉呢，行我是無行河線，我是間行迄個喂，一個要一頭安尼行掉去的咯。because 免行出來外口，個了有 cover 成 shopping mall 咧，行去 station 咧，特別你特別會曉咯，哈你我無咪曉，我亂行，你往時 station 嗬，我唔知到一 direction。你甲我講 station 名，我唔知只咩 B ramli 是 before 係咧沙羅馬，我唔知話，所以我特別你特別識你個曉，所以我去到你 station 時，我咁樣翕相影，咁樣 zoom in，一定就是紅響半搭車嘅數，因為我壞喎，所以我特別去隻 station 嘅本地是 directly 會教嘅，一邊就停啫，唔知是修理 track 嘅上面，嗰度過去對面，接住嚟，嗰度。阿龍係喂，這裡冇，喂，我嗰度走安尼款，佢哋過去 platform 嘅對面，你知哦，一行過來，按落嚟，喺你時我都冇驚，特別 at least 我後尾嗬去到往隻 dinner 嘅位啊就，我講我家己坐 Grab 去啦，本是落河本嘛，所以冇車，所以伊人 on the way 去嘅時，伊講你叫到 Grab 先，你家己先去。你冇叫Bukit Jalil 到下邊，所以Bukit Jalil 誒係你叫咩啊 ？Bukit Jalil 開一個 pavilion 嗬，Paragon pavilion 嚇 Bukit Jalil pavilion 誒邊邊就 restaurant 去，所以我俾去下邊嘅時，依度舊嘅時冇人愛去哦，所以伊 on the way 來掉到啲 Jeras 來，伊來喂 station 去載我啦，個就再去，安尼都會有。特別當見時你看到落雨時，而家是坐無車嘅，但是講你冇佢啲 option to 坐巴士，講你冇了然嘅咯。是啊，誒，但係我坐都去 city 都就 figure out 人啊怎 get around，所以意思講嚟是講坐巴士上面，你較好去俾下你 pass 啊，較坐是較便宜嘅咯，3節一 pass，還是7節一 pass，6節一 pass。喺台灣啊，你講的，即係咩啊？即係台灣。你叫我啥物即條路？成日安尼講係巴沙嗬，台灣就係興嘅，所以你若是講去台灣嗬，你俾人哋講係巴沙就直接搭嘅。你坐巴士，你通看風景，佢通看人。是啊，你看到這些人。啊，你看這些人，我講有。TomTom traffic index ranks Georgetown as number 1 for slowest traffic in Malaysia。對唔對？理解咧。但佢個村人嘅是門，冇話掉。好似一行啦，係便宜嘅。幾錢？即係見啊，坐 public transport 見一坐所在啊，貴些計。見啊是 free 嘅，free 嘅。甚至可以㗎 under，甚至
個細漢過12歲嘅囡，個這是 free 嘅，這開車這巴啥物嘅了 ，Canada 為嘅了12 and under free，了到新加坡嘅位咧，曉我 apply 好我驚一個 transit card 啊，I think 伊使坐甲毋知幾歲我袂記啊，啊你們是囡們是 free 嘅，so 特別你在新加坡你就 apply。你去伊個 train station 位下嚟，特別你係伊冇 expiration 嘅啦，until 伊幾歲咧？冇 expiration 嘅，我 just register 好伊趁一個吉嘅。哦，好啊，好。係你個 tip 本？你就知啦，一個位嘅所在。個隻有啊啦，個隻 big cities 個了 over the world 個了有誒，個隻囡仔最 free 嘅。十六三俾佢講人嘅係榴蓮糖嘅album 我俾條啊，แล้ว我係知乎會入嚟比較好啊。แล้ว你講幾類了我叫你。OK，แล้ว我看我個叫好你即個 mail 你即個好你係咩？我舊時個拍水嚟一時。舊時no rush anytime。OK，感謝各位來教我人安怎寫類頭一條過聽到佢哋名稱多邊嘅真正邊是名稱多邊。แล้ว你在經安怎部門度？我就已經是 built in 嘅，所以面講到依房間裏邊嘅個好個咯，你講嚇。我就是我攏在話啦，在經是啲有見嘅嘛。So，咱若是講到 share bathroom 嚟講到會喎。安怎 share bathroom 成個應該是會啊，我都冇到啲 public。bathroom 係幫洗過，as long as 冇洗過就 OK 啦。That means 伊冇洗過就會蝕，我就會起啊嘛。So 我你先講以前期嚟講，我去學校咪是 share，學校咪是就一人用掉。冇啦，I mean 講書成日講一個 public 嘅 bathroom 啦，你加了嘅佢哋成日 hostel 啊，你講你加了去。哦，你睇咩有啦？就幫洗啊，正人頭先行嚟行去呢？你話別？我特別有冚嘅，我妹特別有冚。係啦，有冚嘅啦。I mean 講是講share 啦 ，which means that I mean 講share 啦，是你自己用啦，嚇，唔是你自己用。嚇 ，office 咪 OK。gym shower 呢？gym shower 嚇，特別 gym shower 特別咯，我特別有穿曬襯拖上面啦，我袂使透切卡咯。我驚唔得掉放嗰上面，我就冇換到。我特別做個風，阿莫包俾你，我下面半 A， 我係 problem 是阿莫包，我下面半 A， 特別阿莫包正舊經嘅，一件正舊經換算，所以呢個就改啫。好咯，咪成日講一朵 5 star hotel 個了咯。冇，佢一正舊經啊，你下次即係 cruise 冇 balcony， 我咪去。我免去啊，免去啊。免去哦。on day 咩？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不當那是攞有蝦米物件特別 special， 講愛去食啊，但是講咪去食咧殯儀行咧，食貴行咧，貴行特別叫我貴件嚟同人講啊。就晒。Terima kasih。對。Terima kasih。terima kasih 啊。我真係Michelin 5 star。Terima kasih。係啦。Terima kasih 咩？飛機到這裡啦，我佢驚啦。食少啊。我貴驚係 point 是ribu。冇 ，OK， 我係對馬來西亞啦，我對馬來西亞我都冇去北位嘅。哇！我只行，所以對馬來西亞就是較細啦嘛 ，already。我是開大條。就講你就去北位咧，嚟你就 fly 去巴黎 city 咧。看幾多幾點鐘咯，但是冇幾多幾點鐘啊，講我冇背 business class 嘅。I see。所以我成日 logo 呢款啊，我去到落啊美國啊，我是 never 背 business class 嘅。I mean，我有一道是背 business class 嘅，我買飛機單到底去 Kansas City 去到邊嚟嘅嘛，所以包。即 first class， 就 local 嘅 flight 就隨咗 first class 咯，所以 domestic 嘅 flight 咩是 first class？ 係你我個包，我看伊嘅之前差到這，伊喂 travel agent 講，但是講你要到啲
LA 去咧就較省，就幾百塊咧，無清楚無落字，所以頭家未買見看呐。所以喺你我都有啦，特別成日講嗬，你冇看我特別背 business class 啲 LA 啊，對那時我是背 Southwest 呢。所以我 local 嚇，所以是其實啲背幾條誒，佢真古啊，佢冇描緊呢。哇 ，because 第嘛點先？你係講等嚟講嗬，第冇主要，有啲冇主要。特別要困嘅時較需要。頂住我是，頂住我對我爸就我爸對佢教伊咧奧數嘅時候，我都就背 premium economy 咯。哦，呢就好啊 ，OK。一次我去買單，因為我講你第一點先掉浪㗎啦，我同我講嘛，我拜個12點買單，我拜6就去6點到到背幾頂咁就，所以我買3條單咁就，個都好過買掉，係話買掉 premium economy 啊，個冇講真正貴啦。แล้วactually 我其實啲 premium economy 股型唔是你白路被 start launch 嗬，好困本喎，我係困到5點正本啊。到底伊教伊somehow伊唔是講會退未退呢？伊安怎退冇有影響嘅你知？伊若是講伊退啊，伊教伊呢拿落來啊，較無呢三個伊退啊拿咧教伊卡嘅起來喎。伊成個你再講伊蝕when你退時，伊蝕when處去頭前啊，喺呢邊做到 crush 你頭前較矮起咗。你若是講近來伊後尾退後，伊頭前個上位你知？所以我感覺我較會困啊，特別 of course 是我有在調 of course 是較爽啊 ，business class。特別冇法度，還是我冇法度啊！是 emergency 對全部下面，我有飛機我就對啊 economy。你買個 premium economy 個好啊。premium economy 嘅 section 只4年，差不多24呢。我春山，我對是春山位咯，就是準春山，所以我諗借冇上，冇我覺得借冇上位。冇得，是啦。特別本都好本很借啦。OK， 感謝大家希望你人你季節那時我故意告訴大家，大家未講咧，我就未等夠我人2月錄音嘅時間嚟，頭先你同我講啊，人哋2月錄音嘅時，我成日看我是隨時錄音嘅點聲，對就新正我都冇錄，但是錄音嘅點聲唔是新正咧，等錄幾 episode 我被綁嘅時都是新正，本是冇錄。你看我嘅 calculation 成嚟看嚟 ，OK？ 下禮拜咧，頂季節冇幾個數，頂季係咪頂有啊？有啊，馬仔綁哦，阿面8月綁哦，特別未夠新正噶嘛，所以使綁哦。呢個係使綁。OK， 感謝下禮拜咱今日再見佢講句無上話題，感謝大家今日節好，感覺就是只濟人哦，人哋人個人是即個即個加拿大啦。這裡微微娃娃是唔是到底馬來西亞？阿達個車喎，阿達困一個車個困啊喎。咁阿龍，阿龍係人斗住佢。你阿達是大陸嘅，阿達是馬來西亞咯，檳城咯。嗱，我細出去食點心啊！咁啊，跟住村內人是 Malaysia， 村嘅人是。特別冇，有陣時冇揾啲濟人嘅，有陣時我感覺到見咪就留咗，但係嗱，基本四個上到逼嗰陣。是哦。I think 是正時間人 excited 嘅事唔知。冇啦，金配啊，金配都係啲啊，哦。做啊，做金配冇出聲。個卡確係咪叫卡確？我是講因為真係卡確啊。又嚟講話，張益生少個我張益生是大媽接三證啊！我冇注意看到你隻我不多隻有冇去食，冇可能烘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下禮拜今日再季節今日再見，下禮拜今日再見，拜拜。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 到這邊為訂，這邊已看訂一訂聽佢就正，該訂就一好，很多錄音時佢同啲，拜，禮拜再見。